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刚上线大门大就叫我去看戏，说他在刷不敌盈利的奖。有点懵啦，今天不敌不是交易之城吗？怎么可能刷别人护甲？难道有什么 bug 不成？我也不清楚，先过去看看情况。原来是抓了只熊过来刷甲，太有毅力了吧？后面还有只野猪，差点没看出来。但这效率也太慢了，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？刷了30分钟才刷爆他的护盾，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能有这么大的恨意？正常，不敌4大口嗨王，打到谁都是一顿乱喷，打个副本都能说个没完，搞得谁都欠他们的一样。前面有只熊，看一下伤害如何。没双盾打我10点伤害，攻击速度太慢，差不多3秒挠一下，3秒20点伤害，1分钟就是400点，算他有1200血，都要3分钟才能打完。挺无聊的，开下麦跟蒙哥聊聊天。人都不想搭理你，嫌弃你话多，说起话来没完没了，谁跟你聊天都得被气死。那我不说话了，看扬声器。刚好有2个营地在吵架，打发下时间。你这么无聊，咋不去拉几只怪过来？这样不就可以刷得更快啦？我也想，就怕不小心把里面2只弄跑了。他精准到了分钟，这太夸张了吧？不会一直都在守着找机会吧？原来是拉入黑名单，看时间，想多了。这也很可怕好吗？宁可得罪全区人，也不能得罪蒙哥呀。拉怪是门技术活，我已经失败好多次了，每次差一点点就能成功。又失败了，这个太难了。算了，可能距离不够。我发现一个挂机的，快过来！我先去拉几只怪过来。拉了怪却进不去，太糟心了，得想个办法进去才行。别想了，我已经知道怎么进去了。这里有个沙发，可以直接进来。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？看来没有白疼你。少贫嘴了，背地里没少听你说我坏话。你别听外等胡说，我可没说过你坏话。好像拉不住，这感染者一直在打我。我试一下用枪把他给吸引过来。子弹打不出去，有空气墙挡住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找另一个目标了。太晚了，我下线睡觉去了。就让小蒙跟蒙哥去刷甲吧。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